意大利疫情是真严重，变成全世界确诊人数第2高的国家，死亡人数是呢一年呢创下新纪录，已经有13000人啊。互人真好奇讲，这个病死的患者是安怎处理的？所以讲，伫那群组顶面就开始伫讲，这个意大利的政府会挖一个坑，用粪扫车将这个尸体呢再去填。讲这意大利已经无法处理尸体的假消息，更加讲即摆老大人是高危险的族群，所以讲当地政府呢会将老大人甲抓起来。这拢是不实的假消息，不过呢，大家传来传去，这个治安专家发现讲，这款假消息传来传去的目的，恐惊伫咧传达一个信息，就是讲西方国家这个世界呢已经失去控制啊！要安怎伫第一时间就分辨，一定要记这个3大重点来看今日华视拍假的特工队。其他路人拢互人赶走，维护当地警方抓起来，影片内顶面传来传去，讲老人是新冠病毒的高危险群。意大利将65位老人拢抓起来，现实是真残酷。我对影片的相片角发现讲，这个新闻标示，确认这是亚塞拜然电视台找到同款的片段，确定是2019 10月19日亚塞拜然。巴库市市中心的抗议活动，假消息随互人破解。另外，奈嘛一直传讲意大利病死的尸体是安尼处理的，用粪扫车载起台，人类尊严是安尼伫对待。不过，其实这是来自2007年美国电影冲出警戒线的片段，一个比对拢是同一个画面。后面的假消息是有够济，治安专家承认讲，传这假消息恐惊拢是有同一个用意。说他们有一个大趋势，他们的大趋势最主要是在讲说，西方的治理模式没有中国好，这是他们从一直以来都要打的模式，中国的模式是比较好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这些都是这个大趋势里面下面的一环。譬如说，美国处理疫情处理得不够好，造成别的国家的混乱，这个也都包含在他们的目的里面，只是它是小目的。最近的国际谣言拢有类似现象，包括用简体字字写，也是用无同款字的意大利影片，可能干那几秒片段尔。对于疫情较严重，当地假消息就特别多，一定要保持怀疑态度，爱去查证。社会媒体互你了解世界消息，冇可能影响你的判断力。